真侪这个内行开的婆婆妈妈，这个围炉菜一定要来煮一鼎冬笋仔汤。也毋过今年的雨水较少，南投德山冬笋仔的产量是减7、8成。这个物价一个少，继续就来涨悬。冬笋仔伫个拍卖市场，阁来创下着悬价销，1公斤就要420块。今年的冬笋真正是真无俗。 甲青的冬笋切做一片一片，全部翕去大鼎炖汤。办桌请人客啉冬笋汤，福主人感觉真面子。若搁加排骨，就是烧乎乎、香滚滚的冬笋排骨汤，人客上爱食这味。寒天的笋仔食起来清甜，不过今年想要食到冬笋，就无这么简单。 看到这个头就使骨啦。笋仔尾头内底走出来，竟用猪头给挖出来。哦，这还好啦。顶然顺过一遍，笋仔拢真细支，全部拢家装地扛去卖。来市仔卖笋仔的农民，大人讲来冬笋数量无偌济，讲是来食加减卖。天气也无雨水啊，好少几成7、8成。 受到天气少雨影响，南投德山的笋仔产量少，拍卖市仔笋仔价销有变贵，1公斤爱42，含去年同期203来比，贵190块。价销刚好，安尼袂歹啦，今年就是笋仔少。冬笋的价销真好，煞无笋仔通卖，农民真无奈，敢来通过来学，有偌济就卖偌济。